外星人七預測世界盃冠軍。第7章小息，因為風大雨大啊。揭密日 Disclosure Day。當世界盃已淪為給白痴看的純商業小玩意，你記得唔記得？揭幕戰，墨西哥對邊 D.I. 6非洲球隊，德國對庫拉索，西班牙對維德國，巴西對海地，都係要 Google Map 先知道喺地球邊度嘅地方。阿根廷對約旦等於大學生打小學生，美國對澳洲等於海軍鬥水兵，英格蘭對巴拿馬，運河。不如落去麥花臣定修頓球場睇一場衛生波，仲過癮，又唔 Q 使錢，咪先？我有冇又講錯嘢？彩蛋在後，4大外星燈神預測世界盃冠軍。1. 你睇咗尋日場波未？阿筆把一顆花生拋到空中，用嘴巴接住，成功。他今天已經連續成功了7顆，新紀錄。他覺得這比畫出一個完美的立體主義女人側臉更值得慶祝。邊場？莫童可樂杯裏撈出那球溶了一半的雲呢拿雪糕，一口吞掉。他的額頭上沾到了巧克力醬，像第3隻眼睛。阿仙奴對曼聯，幾時有呢場？盧吳從廚房探出頭來，今個星期冇阿仙奴對曼聯喎，我尋晚夢見嘅。阿筆說好精彩。柏金上演帽子戲法，但佢已經走咗好耐。盧吳看住他，眼神裏有一種我已經放棄理解這個人的平靜。他回到廚房，繼續蒸他的叉燒包。蒸籠的白霧從門口湧出來，像一場小型的帶住豬肉香味的雲。莫童放下可樂杯，認真地看住阿筆。你既然可以夢到波，咁你幫我夢下你記幾時拎英超？我控制唔到要異夢嘅內容，我淨係夢到我控制到嘅嘢，例如形狀、顏色同埋花生。你連用腳趾開啤酒罐都控制唔到要義，啤酒罐係另一回事。啤酒罐牽涉到槓桿原理、摩擦力同埋我飲咗幾多。分類坐在角落，正在用叉子把一碟乾炒牛河裏的洋蔥全部挑出來，不是因為他不喜歡洋蔥，而是因為他喜歡把某種東西從某種東西裏面分離出來這個動作。他覺得這個動作很像作曲，你有一堆混亂的聲音，你要把其中一個聲部抽出來，讓它單獨存在，像一個人在人群中站出來，說我在這裏。他沒有參與對話，因為他聽不到，但他在看他們的嘴唇，看他們的表情，看他們拋花生和接花生的節奏。他學習唇讀已經有一段時間了，進步緩慢。阿筆說意大利口音的廣東 W.I.E. 嘴唇的形狀和正常人不一樣。莫童說話太快，像一架快要解體的口琴。盧吳的嘴唇被鬍子遮住了一半，唯一容易讀的是少年梵高，因為他說話慢，而且每個字都像在畫畫，線條清晰，膠帶乾淨。但現在少年不在，他在碼頭畫畫，永遠在碼頭畫畫。你覺得世界盃點？莫童突然問。阿筆把第8顆花生拋到空中，沒接住，花生掉進他的袈裟口袋裏，不知道要過多久才會被發現。世界盃，他說，語氣像在說一種晚期癌症。無聊，點解？太多人，太嘈，太愛國。你睇下，22個男人追一個波，追足90分鐘，入得1、2球，然之後所有人都好激動，激咩動啫？你同我都唔識嗰班人，佢哋入波又唔會分錢俾你。你喊咩啫？你講嘢好面。莫童說，但係有道理，我梗係有道理。我係阿筆，同埋阿筆飲一啖啤酒。現代運動只係消費。你以為你睇緊波，其實你係睇緊廣告。你以為你支持緊一隊波，其實你係支持緊一個品牌。你買一件波衫600蚊，成本30蚊，中間570蚊係你嘅情感投射。情感投射好貴㗎，大佬。雞扒從櫃台後面走過來，手裏拿住一塊抹布，在阿筆面前的桌上畫了一個圓。你講到咁叻，你唔好睇波啦。我冇睇波，我淨係睇精華。精華咪又係波，精華係波嘅濃縮版，好似咖啡同即溶咖啡嘅分別。即溶咖啡都係咖啡，但你唔會話佢好飲。雞扒想了想，無法反駁，拿住抹布走了。在廚房的後房，唔寫喃喃說，推背圖話歐洲隊平世界盃，真係㗎。2. 少年梵高走進茶餐廳，
他的出現沒有任何前兆，像一首曲子突然轉到了一個不預期的調，但聽起來剛剛好。他的臉上有一抹角黃，從左顴骨延伸到太陽穴，像一個正在融化的太陽。沒有人告訴他，雞扒後來跟他說的時候，他用衣袖擦了一下，把那抹黃色變成了一灘更大的黃色。你塊面有顏料，莫童說。少年點頭，沒有擦。他不介意，黃色是好的，任何形式的黃色都是好的。過嚟坐，阿筆拉開旁邊的椅子，傾緊波。少年坐下來，盧吳端上一杯熱奶茶。少奶多茶。他沒有問少年要什麼，因為少年永遠喝這個。在星落鎮，有些事不需要問，像潮汐，像日出，像少年梵高，每天下午3點走進茶餐廳。你睇唔睇波？莫童問。少年想了一下，他的臉上出現了一種奇怪的表情，不是困惑，不是思考，而更像是一種我在嘗試翻譯一個我從未學過的語言的表情。我喺荷蘭嗰陣，他終於說，隔離屋有個男人成日睇波，佢睇嘅時候會大叫，叫到隻狗都跟住叫。我唔明佢叫咩，我淨係覺得佢好嘈。你冇同佢一齊睇，我淨係想佢細聲啲。我要畫畫。阿筆拍了一下桌子。Exactly， 畫畫嘅人唔需要睇波，波係俾嗰啲畫唔出嘢但又想做啲嘢嘅人睇嘅。你好 mean。莫童又說了一次，但這次帶住一點欣賞。網球呢一分裏忽然開口，他在讀他們的唇，讀到網球2個字的時候，他的眉毛抬了一下。他以前在維也納見過網球，不是親身打，而是在皇宮的花園裏，遠遠看住一些穿白色衣服的人在草地上跑來跑去，發出一些不像叫聲的叫聲。他那個時候還聽得到。他記得網球的聲音，不是球拍擊球的聲音，而是球員跑動時草地在腳下發出的那種刷刷刷，像很多條蛇在同時呼吸。網球仲悶。阿筆說，2個人一個波打嚟打去，打嚟打去。你打過嚟，我打過去；你打過嚟，我打過去。你唔煩，我都煩。但你畫畫都係畫嚟畫去。莫童說，你畫牛頭，畫完又畫，畫咗幾百個，唔同。我每一個牛頭都唔同。第一個係憤怒嘅牛，第二個係憂鬱嘅牛，第三個係食完草好滿足嘅牛，第四個係思考人生意義嘅牛。牛唔會思考人生意義。你唔係牛，你點知？莫童張開嘴，又閉上。他發現自己陷入了一個無法反駁的邏輯陷阱，這個陷阱的名字叫你不是他，所以你無法知道他能不能思考。他決定轉移話題，足球同網球都悶。他說，咁咩運動唔悶？阿筆認真地想了很久，他把第9顆花生拋到空中，接住第10顆，接住第11顆掉在地上。他彎腰去撿袈裟的領口，滑下來，露出他圓潤的曬成古銅色的肩膀。那肩膀上面有一個小小的紋身，不是畢卡索，是一個牛頭，比所有他畫過的牛頭都小，但更憤怒。冇，他終於說，所有運動都悶，運動係俾嗰啲唔識創造嘢嘅人用嚟打發時間㗎咋。你好 mean。莫童第3次說，這次他說的時候在笑。3話題從運動飄走了，像一個被放沙溫的氣球，不知道會飄到哪裏，飄到了食物。這是必然的，在茶餐廳裏，所有話題最終都會飄到食物，就像所有河流最終都會流到海裏。不是因為茶餐廳的人特別愛吃，而是因為食物是唯一不需要翻譯的語言。你可以不懂足球，不懂網球，不懂藝術，不懂音樂，不懂這個世界正在發生什麼亂七八糟的事情，但一個叉燒包你懂，每個人都懂。你覺得最好食嘅嘢係咩？莫童問。他問的是所有人，他的眼睛數過阿筆、分類、少年、盧吳、雞扒，每個人。阿筆第一個回答：西班牙火腿，風乾咗45個月嗰種，切到好薄，薄到透光，放喺嘴裡面，唔使咬，佢自己會溶。溶完之後，個嘴裡面仲留低一陣咩？莫童追問。一陣山風時間。仲有一隻豬，一生人淨係食橡果，住喺一個好靚嘅山谷，從來冇煩惱過任何嘢。你食緊嘅唔係火腿，你食緊係嗰隻豬嘅成個人生。你講到好浪漫，雞扒說，但係咪即係金華火腿？
阿不看住他，眼神裏面有一種被冒犯的，但又不完全確定自己是否有資格被冒犯的複雜情緒。唔同，完全唔同，好似梵高同我嘅分別。你哋兩個都係畫畫㗎嘛？雞扒說。阿不站起來，拿起一個叉燒包，咬了一口，低頭沉思了片刻，坐下來，放棄了。分裏在紙上寫了一個字：燉奶。燉奶。莫童讀出來，你嘅最愛係燉奶，唔係德國鹹豬手，唔係奧地利炸豬扒，唔係維也納咖啡。燉奶。分裏寫，然後在下面加了一行字：暖嘅、甜嘅、軟嘅。聽 Do you 二聲嘅時候，食一啖燉奶，好似有人同你講冇事嘅。茶餐廳安靜了2秒鐘，盧吳轉身走進廚房。10秒鐘後，一碗熱騰騰的燉奶放在分裏面前，上面灑了一點點薑汁。他沒有說請你食，沒有說我整俾你，他只是放下，然後回去洗碗。盧吳的溫柔是一種沉默的、害羞的，用行動取代語言的溫柔。像一隻貓把死老鼠放在你門口，它不是想嚇你，它只是想告訴你，我可以照顧你。分裏拿起湯匙，舀了一口燉奶，放進嘴裏。他閉上眼睛，他的臉上出現了一種極少出現的表情，不是憤怒，不是倔強，不是我不需要任何人的那種武裝，而是一種柔軟的、脆弱的，像嬰兒第一次看到光的那種表情。那碗燉奶裏面有整個星落鎮。4. 莫童說他小時候最愛吃的是維也納蘋果卷，我阿媽整嗰種皮薄到識飛，裏面啲蘋果酸酸甜甜，仲有提子乾同肉桂。每次食完，我都會寫一首好短嘅歌，寫咗好多首。後嚟我阿媽冇再整，我就冇再寫。你阿媽去咗邊？少年問，他的聲音很輕，像在問一個很重的問題，但他故意把它說得很輕，因為太重的事情只能用最輕的語氣去碰。走咗。莫童說，沒有多加解釋。他的臉上沒有悲傷的表情，不是因為他不在乎，而是因為有些悲傷太大了，大到你無法把它放進表情裏，你只能把它放進音樂裏，而他已經放了很多。我阿媽少年說，鍾意食麵包，粗麵包，黑麥嗰種，咬落去好硬，但係咬耐咗會變甜。佢話人生都係咁。你阿媽好有智慧。阿不說，佢好蠢㗎，淨係識食麵包同臭仔。呢個世界最聰明嘅人，通常都以為自己好蠢。莫童看住阿不，你呢句又係邊度抄㗎？我自己講㗎，我成日講啲好有智慧嘅嘢，然後啲人以為我抄。雞扒從櫃台後面喊，你上次講太陽係一個好大嘅蛋黃，我上網查過，係朱德庸講㗎。阿不的臉紅了一下，只有一下，像閃電，然後消失。朱德庸都係抄我嘅，朱德庸出名嗰陣，你都未出世。時間係相對嘅，愛因斯坦都係抄我嘅。雞扒沒有再回應，他覺得再討論下去，下一個被抄的可能是孔子。我講樣嘢，你哋唔好笑。少年說，所有人看住他。少年梵高14歲，沉默，耳朵前紗布，畫沒人買的畫，會用筆尖在別人的手背上寫我喺度。他說了一句話，我最鍾意食嘅嘢係白飯，淨係白飯，冇餸，新鮮煮好，熱辣辣，一碗就咁食。沉默，所有人繼續看住他。完啦？莫童問。完。少年說，你唔講下白飯有咩感覺？好似阿不講火腿咁，講到好浪漫。少年想了想，白飯嘅味道係唔使諗任何嘢。你食白飯嘅時候，你淨係食白飯，你唔需要諗個餸夾唔夾，唔需要諗好唔好味，唔需要諗貴唔貴，唔需要諗值唔值，你淨係食，就咁食。食完之後，你覺得夠了，唔係飽，係夠了。阿不放下啤酒罐，認真地看住這個少年。你知唔知你啱啱講嘅嘢？他說係我聽過最藝術嘅嘢，比任何一幅畫、任何一首歌、任何一座雕塑都藝術。少年看住他，我淨係講白飯咋喎，就係因為你淨係講白飯。阿不站起來，走進廚房，盧吳正在洗鍋，被他嚇了一跳。阿不打開電飯煲的蓋子，白色的蒸汽湧出來，糊住了他的眼鏡。他沒有近視，不戴眼鏡，只是比喻。他盛了一碗白飯，沒有餸。他捧住那碗白飯走出來，坐在少年旁邊，開始吃。
1口、2口、3口。他吃得很慢，像在吃某種神聖的、需要被尊敬的、不可褻瀆的東西。莫童看住他，也走進廚房，盛了一碗分類，跟着雞扒，跟着盧吳關掉水龍頭，擦乾手，也盛了一碗。6個人，一個酒肉和尚，一個神童，一個聾的作曲家，一個茶餐廳老闆，一個洗碗阿姐和一個畫畫的少年，坐在星樂鎮唯一的茶餐廳裏，吃住沒有任何餸的白飯。沒有人說話，不是因為沒話說，而是因為不需要。白飯在嘴裏慢慢被咀嚼，澱粉在唾液中分解成麥芽糖，一絲絲的甜在舌尖上擴散，像一個很慢很慢的和弦，從 C 開始，慢慢走到 E， 再走到 G， 最後停留在一個沒有名字的、不屬於任何調色的、只屬於此刻的音上。窗外，雨淋在呼吸，碼頭上，那艘船的舷窗仍然亮住暖黃色的光。阿盲不知道走去了哪裏，費里尼不知道走去了哪裏。那個灰色風衣的人不知道走去了哪裏，但在這裏，在星樂鎮，在老吳茶餐廳，在星期二下午4點50分，6個人，6碗白飯，一個安靜的，不需要被記住的，但永遠不會被遺忘的時刻。阿筆放下筷子，打了一個嗝，好食，他說，真係好 X 好食，沒有人反駁。第7章完。P.S. 4大外星燈神預測世界盃冠軍，4張摺埋的餐紙寫住燈，阿筆寫英格蘭，燈燈分女寫德國，燈燈燈莫童寫一定唔係阿根廷，燈燈燈燈煩小寫巴西，老吳頭都大，咁買邊 DI6 好？外星人靠得住，計 PR2 都會上樹。I 我頂，小賓高老師好得戚，上屆阿根廷第一場就輸波，我就買咗佢冠軍。No llores por mi Argentina.